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陳興昌。我係林永文，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話：實現2000。各位，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喺一個青年論壇致辭嘅時候話：落實普選係廣大市民嘅共識。而張曉明更加係話，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唔單止係關係到各階層嘅利益，亦都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潘永儀報導。陳柏儀報導。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涉及串謀詐騙案被判無罪，當庭釋放。佢批評梁振英嘅施政令到社會撕裂，而政府提出嘅政改方案違反一國兩制方針同基本法，認為有需要否決。何容生報導。潘永儀報導。荔園除咗帶俾香港人唔少歡樂之外，亦都陪伴過唔同年代嘅人成長，一齊重溫一下佢嘅歷史。令人大一個喺內地出世，以雙程證嚟香港，預期居留9年嘅男仔，由婆婆陪同到入境處自首，希望獲當局酌情處理，准許合法居留。佢獲入境處批出行街紙。盧出耀報導。州電視記者孫兆強報道。喺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宣布以獨立人士身份參加出年嘅總統選舉。林泰基報導。亞洲電視記者林泰基報導。新聞報導完啦，再會。